不少预科，这个台湾心看世界来看英国王室伫当地时间17，苏联所宣布威尔斯王妃凯特加这个国王查尔斯3世入院的消息。北京汉宫发布声明表示讲，75岁的英国国王因为裂喉栓的关系，后礼拜要入院治疗。伫这进前，肯辛顿宫伊嘛宣布讲，这个凯特王妃已经完成8度的手术，估计要休养到春天才会当恢复公务。 2024年才拄开始无偌久，英国王室就有人传出破病。肯辛顿宫昨发出一声明，威尔斯王妃凯特已经顺利完成8度的手术，预计会伫病院待10天到14天，了后会回来运晒厝内休困几个月。They've cancelled all future travel, all engagements, certainly up until the spring. And we are told by a source as well that this was non-cancerous, and I think that was quite important to get out there because there was a lot of concern about this. 伫凯特住院甲休困的这段时间，威廉王子卖暂时停止公务。虽然消息讲和感情无关系，不过肯辛顿宫有宣布睡眠手术的原因，加上休困的时间有过6个月，互外界是真烦恼。 这啲消息公开了后，不到2点钟，北京汉宫也对内发布声明，表示国王查尔斯3世嘛爱住院。An inflamed prostate, not in hospital yet, but will go into hospital next week to have some sort of procedure there. Again, it was benign. 好在查尔斯3世经过休困了后，就会当恢复。英国媒体认为，过去王室成员看医生的状况一向真保密。这边公布消息，互外界更较公开透明印象。已经75岁国王嘛，希望透过家己治疗的经验，让民众会当重视身体状况，而且爱定期做健康检查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